Hello，今日同大家去分享注意一種八字十神組合嘅人。最近有一個客人揾我批一個別人嘅八字，佢嘅關注嘅重點就係呢一個人適唔適合作為合作夥伴，拍硬檔揾錢。喺呢一種情況，通常我哋都要了解對方嘅心態、個性，更加要了解潛藏喺佢內心嘅品性。俗語有話三歲定終生，佢指嘅其實就係人真實品性同埋佢思維從小嘅定型。從命理學因素嚟講，天干形於外，代表人嘅外在表現，並非人嘅真實品質。而地支屬於潛藏嘅特性，呢個先至係人真實嘅諗法。如果天干出現官殺克日主，地支又唔見咗比劫，或者係比劫被官殺克傷，尤其是係七殺克比劫呢一種八字組合，如果想要合作，請小心注意呢一種八字十神組合嘅人，切記要三思而行，因為具有呢一種八字條件嘅人，佢好容易忽略道義，不擇手段嚟維護自身最高嘅利益，甚至係毫無底線地去算計對方。拜拜。